買樓最易踩嘅5大陷阱。發展商所有嘅宣傳手段都唔好傳信，一旦唔小心買到爛尾樓，血本無歸啊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羅賓治頻道，我係 Kelly 阿華。我係軒仔。咁買樓可以話係我哋普通人一世最大嘅一筆投資，少則幾十萬，多則幾百萬，一唔小心踩個坑，半世嘅血汗錢就打晒水漂。特別係依家中山樓市各種利好概念滿天飛，開發商同中介嘅套路亦都層出不窮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講一下買樓最易踩嘅5大陷阱。睇完呢條視頻，相信你喺中山買樓至少可以避開90%嘅坑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宣傳畫大餅嘅陷阱啦，收樓係完全對唔上嘅。大家去睇樓，銷售同你吹到天花龍鳳，沙盤係靚到爆嘅，大園林、無邊際泳池，樣樣都齊全。講就講係地鐵上蓋，步行5分鐘就可以去到地鐵站，又話配套周邊有大型嘅商場、醫院啦、學校啦、街市之類嘅，甚至話直通係省級嘅校網，買樓就有學位喎。結果點啊？收樓先知道咩叫現實嘅骨感。地鐵上蓋係要行半個鐘先去到地鐵站，靚園林變咗得幾棵樹，所以話發展商所有嘅宣傳手段都唔好傳信，要多啲去實地睇樓，眼見為實，多啲去考證。咁第二個就係遠郊三無嘅樓盤陷阱。咩叫三無樓盤？即係無產業、無配套、無交通嘅邊緣板塊樓盤。呢啲樓盤單價可能只需要5字頭、6字頭，聽落去好似好平，就想買嚟收租。但係我話你知，呢種樓盤買咗之後就好難轉手同出租。點解？因為呢啲地方冇產業，冇產業就代表冇人口流入，冇人口自然就冇租房嘅需求同二手市場。你買咗之後想租又租唔出，想賣又賣唔出，自己住附近又乜都冇，非常唔方便。係啦。咁第三個咧，亦都係最可怕嘅一個陷阱，就係爛尾樓嘅風險啦。一旦唔小心買到爛尾樓，辛辛苦苦慳落嚟嘅首期就直接係跌落鹹水海，徹底打水漂嘅，血本無歸啊！更加無奈嘅係，就算樓盤停工爛尾，遲交唔到樓俾你，但你嘅銀行房貸係唔會暫停㗎。每個月嘅月供依然係要按時足額去償還，咁一邊咧係冇辦法入住到心儀嘅新居，一邊仲要日日孭住沉重嘅還貸嘅壓力，真係進退兩難。咁第四個就係虛假房源。依家網上樓市資訊遍地都係，但絕大多數都係假房源、假消息，個個都將樓盤吹到天花亂墜，話咩幾十萬就可以買到中山市中心嘅別墅。唔講樓盤名，齋叫你私信佢，借口永遠都係業主移民急錢急售，實質全部都係釣魚引流套路。有啲銷售仲承諾報銷機票同酒店，氹啲海外人士返嚟睇樓，一到埗就話房源已售，轉頭帶你去其他樓盤硬 sell 俾你，由頭到尾都係精心設計好嘅騙局嚟㗎。咁最後一個坑咧就係精裝房減配啦。而家中山係好多樓盤賣緊精裝樓㗎，樣板房係做到好鬼靚，用嘅都係名牌嘅建材。但係等你收樓嘅時候先發現，完全係貨不對版喎。名牌嘅馬桶變咗雜牌，實地嘅木地板係變咗複合木地板，甚至有啲發展商係用紙板做衣櫃門。所以話買精裝樓嘅時候咧，一定係要叫發展商提供詳細嘅裝修清單，包括建材嘅品牌、型號、規格，全部都要寫翻入購房嘅合同。收樓嘅時候咧，最好要請翻專業嘅驗樓師一齊去，發現問題及時要求發展商幫你整改。咁而家市面上唔係冇好嘅樓盤，但係客觀存在嘅事實就係套路同埋陷阱係比靚樓盤仲要多嘅。買樓其實係人生一個好重大嘅抉擇。咁人生有幾多次咁重要嘅機會去買樓呢？所以買樓一定要擦亮你對雙眼，多睇多對比，多去查證，唔好一時衝動埋單，跌入開發商同中介設好嘅局，唔好將辛辛苦苦湊埋嘅積蓄掟落鹹水海，付諸東流。
咁如果大家仲有乜嘢係關於中山買樓嘅問題，或者係想知道某個樓盤值唔值得入手，可以聯繫返我哋羅賓治頻道，我哋會幫你解答各種樓市嘅疑問，幫你分析返當中嘅利同埋弊，佢嘅優缺點，睇清晒其中有冇啲咩陷阱。今期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如果各位觀眾覺得呢條片對你係有幫助嘅話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點讚啊！關注我哋嘅 channel， 後期同大家一齊拆解中山樓市。呢期視頻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